各位家長，歡迎你哋收睇呢一集嘅言語治療線上學堂。我哋今集嘅主題係學好舌頭擺位，趕走懶音好輕鬆。顧名思義，呢一集嘅線上學堂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辨別同埋糾正懶音問題。首先，我哋先嚟了解下粵語嘅音節結構。粵語主要由聲調、聲母同埋韻母三個部分組成。而韻母可以再細分為韻腹同埋韻尾兩個部分。粵語嘅韻母非常之多，總共有53個。除咗單韻母同埋鼻音單獨成韻嘅韻母之外，其餘嘅複韻母、鼻音韻母同埋失音韻母都係由韻腹加埋韻尾兩個部分組成嘅。我哋今日就會集中講下 N、NG、T 同埋 K 呢四個韻尾嘅分別。韻尾混讀係一個非常常見嘅懶音類型，比較常見嘅係會將 K 尾音讀成 T 尾音，或者將 NG 尾音讀成 N 尾音。小部分人會將 T 尾音讀成 K 尾音，或者將 N 尾音讀成 NG 尾音。呢個情況主要係因為佢哋誤以為 K 尾音同 NG 尾音係特別字正腔圓嘅意思，以為只要將啲音變成 K 尾音同 NG 尾音，就代表係正音。其實呢個諗法係唔正確嘅。每個字詞都有佢哋既定嘅韻尾，所以我哋要學識點樣去分辨呢一啲嘅韻尾，揾出佢哋嘅正確讀音，唔好撈亂。我哋先嚟講下 T 尾音同 K 尾音。畫面上面嘅兩幅圖畫顯示咗，當我哋發 T 尾音同 K 尾音嘅時候，我哋條脷嘅擺放方法。當我哋發出 T 尾音嘅時候，我哋嘅脷尖係向上嘅，會放喺上排牙齒嘅後面。而當我哋發 K 尾音嘅時候，我哋嘅舌根會向後縮，去到口腔嘅最入面。我哋一齊嚟試讀下呢5組嘅字詞。脷尖向上掂上排牙齒嘅筆，舌根向後縮到去口腔最入面嘅北。我哋一齊聽多次呢兩個字嘅分別，筆、北。跟住落嚟呢4組字詞，不如家長亦都跟我一齊讀一次啦。八、百、突、特、割、角、滑、畫。家長喺呢度不妨重複多幾次練習，每一次練習嘅時候，將你嘅注意力放喺舌頭嘅喐動，感唔感受到我哋講 T 尾音嘅時候，舌尖喺前面，而我哋講 K 尾音嘅時候，舌根縮向後嘅感覺呢？喺頭先嘅例子，我哋可以睇到，如果我哋將 T 尾音同埋 K 尾音撈亂嚟讀嘅時候，佢哋代表嘅字詞意思都會有所改變。喺跟住落嚟嘅呢幾個例子，雖然冇一個 T 尾音嘅相應字詞，但係我哋都可以嚟聽下，假如呢一啲字詞由 K 尾音變咗做 T 尾音嘅話，聽落去會係點樣嘅？踢會變咗做踢，腳會變咗做腳，石會變咗做石，藥會變咗做藥。雖然咁樣讀並冇改變到字詞嘅意思，但係無論係喺日常對話、個人短講，又或者係小組討論嘅時候，我哋都會好希望學生可以以正確嘅讀音去讀出呢一啲嘅字詞。嚟到 N 同埋 NG 尾音啦，大家可能都留意到畫面上面呢兩幅圖畫同頭先講嘅非常之相似。冇錯啦，佢哋條脷嘅擺位係一樣嘅，分別只係在於呢兩個韻尾係有鼻音嘅。我哋又一齊嚟聽下佢哋嘅分別。脷尖向上放喺上排牙齒後面嘅 N 尾音，我哋會讀成頻；而條脷縮向後，縮到去口腔最入面嘅鼻音，我哋會讀成朋。大家一齊聽多一次，頻、朋。咁我哋嚟聽埋另外嗰4個組合啦喎，恨、行、生、生、寒、寒、趕、講。同樣地，某部分 NG 尾音嘅字，佢哋冇一個相對應嘅 N 尾音字詞。但係如果我哋講呢啲字嘅時候，
改變咗我哋條脷嘅擺放位置，變咗做 N 尾音，其實聽落去呢都非常之明顯㗎。NG 尾音嘅想會變咗做想，雙會變咗做雙，向會變咗做向，讓會變咗做讓。聽到呢一度，家長回想下平時日常生活嘅時候，小朋友講嘅說話，唔知你哋發唔發現到以上嘅懶音問題呢？假如有的話，跟住落嚟嘅呢幾個提示技巧就可以幫到大家啦。第一個係口語提示，假如我哋聽到小朋友將 K 尾音變咗做 T 尾音，又或者將 NG 尾音變咗做 N 尾音嘅時候，我哋可以提醒佢條脷要縮返入去，揾返個天花板。又或者我哋可以運用視覺提示，利用我哋而家畫面上面嘅圖片，俾學生更加理解到條脷應該點樣去擺。除此之外，我哋亦都可以請學生去觀察住家長嘅口型，由家長先做示範，再請學生跟講。希望以上嘅小技巧可以幫助到各位家長喺日常生活辨別同埋糾正學生嘅發音問題。而家麻煩各位家長掃一掃畫面上面嘅二維碼，完成課後小測驗同埋問卷。我哋下次再見，拜拜。